堡、李布倫，哇！雞聲一響啦，哇！英格蘭國家隊即刻咧話壓住咧好易東嚟逼佢哋㗎啦，已經打翻後即刻長傳睇李布倫，射唔到啦！呢球波俾亞當斯壓住啦，慢慢留翻後邊。哎呀，費華特埋咗，哎呀，有機會啊，爭啲！哇！唉，見到何為咧淡定得滯啊，爭啲俾費華特咧偷雞成功㗎。唔做得開波啫，哈！以為咧英格蘭咧前場壓迫佢咧，點知一個反擊爭啲咧，後衞咧出少少誤會之下咧，又有啲誤會咁啊，好似呢球波，何為一腳送前，芬迪南一得翻出嚟，阿列彈翻頭先，似乎真係好似好啦，睇翻咧右邊嘅史東，何為方向過嚟俾皮亞斯。望下前面推過兩步先啦，望下前，始終咧係傳到去前邊嘅，唯有係彈翻後俾亞當斯，再側過去俾何為，好易通都好正啊，縮晒翻半場手你啊！何為一個正側前費迪南，屈身就追咗實，唯有彈翻俾何為，真係失啊呢球波！費華特咧一個咧直線送咗俾啊李布倫，睇下有冇機會啦，一個對住何為得住佢啦呢球波，哎何為呢球波好嘢啊，位都食埋佢啦！菲列利維爾，李布倫咧仍然好勤力咧追住菲列利維爾啊，將個波掃咗出橫邊界外。其實好易通過去喺香港咧，俾人一個感覺就係突擊咧係相當之成功嘅打突擊戰術。咁今日睇下英格蘭，如果佢哋真係強攻嘅話，睇下李布倫呢個被譽為香港最有價值嘅前鋒咧，會唔會可以有機會產生一啲威脅嘅埋門啦？李福榮換翻埋中間，巴古沙。得啦！呢球波拍鏈咧逼得好快啊！一篤咧篤咗個波出橫邊界外，好易通嘅界球，即刻抌翻入嚟，屈臣，印迪辛達，恩斯埋拍佢啊，扣得靚啊，扣過咗，恩斯啊再過一個，大力得滯啦！呢球波，菲利利維爾上嚟一腳咧就閂咗出橫邊界外。咦，睇嚟暫時咧唔知係咪場地嘅關係啦，咁雙方上腳嘅時候咧，好多時咧都咧有少少咧失誤㗎。李福榮向前掟啦，一掟費華特啊！呢個後腳撩得靚啊！李布倫再一線啦，但係冇強接嘅，亞當斯一頭頂翻出嚟，恩斯羅拔士啊追住佢㗎啦，恩斯啊再啊彈過嚟左路嘅麥巴拿文後邊咧，見到朱靈涵後上啊，沿住咧左邊咧。揾迪辛達埋嚟，即刻咧心急啊彈咗出去啦！俾羅拔士截到，彈咗俾基寶，基寶彈翻落俾巴古沙，一腳正影側前，冇啦！呢球波彈得曳咗啲，俾亞當斯截到，彈翻埋中間俾何為，拍列入攞個波轉身啊！望下前面有冇人走位啊？有啊！史東喺右邊，但係呢球波唔乜力啊，俾李福榮截到，彈翻出嚟俾費華特，費華特一個咧斜傳過嚟俾基寶，一個頭錘頂翻落俾昆查。見到羅拔士咧，即刻咧走埋嚟幫佢啦！右路咧攞翻個波先，望下前面，斬佢前面。費華特一旦昆查想話去嘅時候咧，亞當斯已經瞓到啦。角球啊！一開波咧，打到呢個階段咧，好易通係攞到呢場波嘅第一個角球。咁估唔到開波，雖然話係得嗰2-3分鐘，其實就話。好似好接近㗎嘛，但係穩定咗落嚟之後咧，就睇下個情況發展成點啦。羅拔斯一扯近住冇啦，呢場波恩斯一頭解圍先，留翻嚟麥巴拿文，大包後俾自動再做啊！俾麥巴拿文啦，左路睇推過半場，李福榮啊追住佢㗎啦，中間咧有德士布利包住，遠處咧亦都咧有兩個球員走緊位啊，一彈埋中間麥巴拿文呢球波犀利得滯啊，俾德士布利截到，彈翻出嚟咧，最後咧基寶留翻。羅拔斯彈翻落俾昆查先，都好正啊！睇嚟好易通，睇準先有機會放一兩下咧，突擊就算啦，盡量咧減少喺中後場嘅傳送，亦都係希望咧冇機會咧俾英格蘭咧喺前場逼甩佢哋個波㗎。菲列利維爾，恩斯轉身望下前面啊，右邊有史東唔俾，彈翻埋中間嘅朱靈涵，一攞又有少少甩腳啊，唯有咧拖順翻彈咗俾麥巴拿文。左邊皮亞斯後上啊！嗱，呢球波基寶啊追住佢，分都過埋啊，過埋基寶，沿住咧左邊咁佢扯埋中間冇用啊，鐵門得滯啊 ！A 福特亦都醒啊，一烏低個身咧接實，呢球波亦都見到英格蘭咧
快速嘅轉方向，即刻咧皮亞斯後上啊！慢慢嚟啊，踩低個波落地下碌推順咧，一斬上嚟，李寶龍一線到，威啦，再埋嘅時候阿東斯到先啦。事實上今而家個場地咧個波落地咧接得好快下㗎，仍然咧見到啲雨勢雖然唔係好大，但係亦都唔簡單啊！啲雨可以講得。德士貝利猛咁叫自己隊友出嚟幫佢啊，迎接佢個波，但係呢球波甩拖啦，費維特麥馬納文推過咗德士貝利，再埋禁區頂，有冇機會？有啦嘛！好嘢啊！呢球波屈神，趁住麥馬納文起腳嘅時候咧，一瞓咧瞓咗個波出底線以外。呢個麥馬納啊，即係去得即係相當唔錯㗎。其實佢早啲起腳仲好啊。佢推入去禁區嗰下咧，再起腳就更加會機會大啲。咁希福特啊，真係居功至偉呢個波。好啦，右路英格蘭嘅個球一斬出嚟，中間落希福特到先啦。哎呀，好嘢啊！雖然咧見到賀維馬壓佢啦，但係希福特有翻咁上下身材啊，仍然咧撞都撞佢唔甩。見到希福特都慢慢嚟啊，因為事實上咧。同時間競賽嘅呢場波好似好易通啊！越輸得少咧，佢哋好似咧就成功有個成功感喺度噶啦，甚至乎咧打和仲開心啦。當然，希福特大腳咧斬去前場，何為一頭頂翻出嚟，羅拔士一攞甩甩地啊，俾柏列啦撞得咗，但係咧俾翻埋嚟中間幫手嘅費維特咧督翻留俾德士貝利，再傳去前場咧呢球波曳啊，恩斯咧接到啊！哇！呢個波李寶榮同恩斯拍一拍，費維特一想話解圍咧就彈跳踢空氣啊！費迪南一頭作翻過去，李寶榮仍然咧哇中場混戰緊啊！費迪南再彈前冇啦，呢球波俾對方咧力壓之下咧個波彈得就係俾李寶倫彈翻，俾德士貝利一個直線又諗住俾李寶倫去搏懵啊！呢球波何為一攞得雖然攞得曳啲，但係咧轉身失翻住個位傳翻俾斯文先，皮亞斯拍你一彈呢球波咧又大力一齊彈咗出界，呢就落雨咧，呢啲天氣。如果個波咧個來勢咧比較大力嘅話咧，擠下咧都幾難控制㗎。李福特人腳咧，除咗李寶倫打頂線咗過嚟咧，俾基寶啊，柏列追住佢啊，一個直線側前，阿古沙面對佢想抽翻過嚟，哎呀多咗啦！已經見到皮亞斯咧同賀維兩個夾擊住佢啊，佢想話再扣咧就甩拖啦。咁事實上亦都咧好易通嘅球員咧幫唔切㗎，啱啱嗰球波。費迪南打翻後恩斯，一攞又甩腳啦，波個場咧的確係跣咗啲啊！呢球波咧昆查曳啦，俾舒寧岩咧偷甩咗佢個波，費迪南咧右路啊禁區走啊，唔俾麥馬納文，過一個過唔到啊，得住佢啦，雲迪辛達。最後咧啊，雲迪辛達咧連人帶波咧，連波都搶埋，羅伯斯。之後撞翻嚟，雲迪辛達想話通大勢啊，恩斯又冇咁易，但係呢球波曳啦，咁樣俾恩斯咧截到啊，彈翻埋中間，舒寧岩一射。希福特有咧，真係一個好穩陣嘅龍門啊！呢球波咧企啱個位出嚟接實。呢球波希福特咧都算好嘢㗎啦，大腳咧過晒前場李寶倫。希臘利維爾頂翻前，恩斯咧同柏列咧一漏之後咧，俾柏列攞到彈翻前俾費迪南，傳翻過嚟右路嘅菲利維爾，自動走位啊，冇錯啊，右路咧走甩咗李福榮啊，但係個波一落地咧亦都太快啊，已經俾佢擺脫咗李福榮嘅糾纏㗎啦。如果個場咧唔係咁跣咧，咁濕滑咧，球波應該係有啲機會可以追到㗎。見到冇人去執翻個波，好奇怪啊！有啦，而家先有啦。咁希福特啊，梗係話我慢慢，我太慢板，我話睬你都傻。而家見到啦，呢邊廂就係啱啱見到好易通咧嘅職球員啦。好啦，希福特大腳咧掘過前場，俾利維爾一頭咧頂翻嚟，費迪南心口一浪，哇！拱都拱，屈身一拱咧，球證吹罰啦，冇錯。過中場冇遠嘅。英格蘭嘅自由球咧，因此即刻扯過嚟左路嘅皮亞斯，馬納文睇下啦，睇下佢呢個技術超卓球員一質咧，中間柏列一咬身咬得靚呢球波，馬納文落到底線㗎啦，一球，哎呀出界啦，好
錯啊，想話叫翻過嚟咧隻右腳，但係咧一叫之後個波咧就鬧得唔係咁好啊。咁叫翻入嚟之前咧已經係出咗底線以外，好易通嘅球門球。咦，上半場開波已經打咗接近10分鐘㗎啦，睇嚟估4、5分鐘啊、7分鐘、8分鐘嗰啲冇咗㗎啦喎。好啦，皮亞斯一頭頂翻前面，馬納文。昆查逼住佢啊！嗱，推對過咗係咁啊，鬥掹啊！你又掹我一手，我掹你件衫，馬納文傳翻埋中間，孫寧南再一個撞球打俾佢。啊！呢球波咧，最後咧俾昆查咧一棍咧，啱啱咧篤到出底線以外。呢球波咧亦都證明到，睇到英格蘭球隊入邊啦，佢哋嗰個小組嘅打法咧，其實亦都係幾成熟下㗎，嘉明啊。係啊，即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即係英格蘭如果仲高大棍咧，個機會就唔係話咁乜嘢。咁當然踢波梗係需要嘅，咁但係咧即係組織啊，然後咧就係小組去製造機會咧，我相信啲機會仲更加會比較好啲嘅。好啦，呢球角球又好似真係開得曳啲啊！馬納文禁區以外啊，史東，哇，幾高埋一棍，史東咧即刻瞓翻後，皮亞斯。破順先啦，推過半場睇下有冇自己隊友咧走到空位，一側去前面俾柏列。呢菲列利維爾咧就走緊㗎啦，唔俾彈咗呢邊嘅舒寧咸，一截之去前面柏列再自己入先啊！一攞嘅時候咧甩腳啦。事實上呢啲場地啊，呢啲波咧場地又濕滑，個波面又跣啊，一控咧控得稍為咧偏差少少就可以咧彈得比較遠㗎啦。其實濕地嚟講，對英格蘭嘅球隊咧就球員咧唔係話咁即係陌生嘅，因為喺英國打開通常都係比較濕滑嘅場地。不過咧嚟到香港咧，佢最難頂咧就係嗰種濕度，個潮濕度高咧，佢哋可以回氣回得好即係比較慢啲。咁所以呢樣嘢係最比較難克服啲嘅。冇錯啊，馬納文。先達彈翻前，巴古沙一浪翻順，咦呀！見到柏列已經咧拍到埋啦，昆查想話再過咧，又俾柏列咧一逼之下，費迪南打咗荷包啊！而家落翻個波喺恩斯腳下，一彈翻過嚟俾柏列。尼亞斯一扯過右路啊，更空嘅菲列利維爾沿住咧右路喳聲一路推到3閘位，李布倫都翻到嚟逼佢噶啦。史東一彈靚啊！呢球波，菲列利維爾扯遠處有冇人啊？唔到啦，揾迪辛達咧一頭解圍先，又俾咧柏列截翻尼亞斯。彈咗過嚟俾馬納文對住昆查，仰落底線，落唔落到啊？一扯出嚟，遠處到啊！優機好嘢，屈臣一頭咧解圍先啦。李布倫咧得住，最後咧後邊幾多邊嚟嘢得住佢，大家鬥爭嘢咧，俾啊菲利利維爾攞翻個波彈翻後，柏列彈咗俾埋中間嘅舒寧咸，一扯埋中間又省到基普。哇！呢段時間咧，英格蘭嘅球員咧喺前場壓迫得好緊啊！好啦，大腳斬上嚟啦，當時一頂，費華特去唔到啦。跟住何維咧即刻出嚟撈翻個波彈前俾恩斯。彈腳側俾馬納文再彈過嚟咧，呢邊走翻出嚟攞波嘅費迪南去唔到啊，唯有彈翻後俾皮亞斯。馬納文側前想話俾舒寧咸咧，又見到咧屈臣就逼住佢，最後咧落翻喺柏列腳下。始終咧，暫時就英格蘭國家隊咧面對住好易通比較防守性嘅踢法咧，好似冇乜計咁啊！咁啊心急之下咧，仲交失埋波俾羅特士添。不過其實英格蘭而家咧已經控制咗戰局㗎啦，睇下即係好易通之後縮翻去後邊。而家已經即係基本上控制戰局，睇下英格蘭點樣可以去突圍翻嘅。呢3幾日咧，好似咧兩隊球都有少少急躁嘅感覺啊，都好容易咧就交失啲波㗎。而家目前英格蘭嗰個喺前邊比較威脅就係馬蘭啦，即係比較即係佢啲慣性係攞住個波推埋佢過你，製造機會嘅。侵略性比較強嘅球員啦一個。好啦，角球又開，前處落睇下到唔到啦。好嘢啊！費偉第一翻嚟咧，頂翻波出嚟，但攞恩斯腳，即刻咧彈翻過左路嘅馬納文，昆查行住佢，睇下過唔過佢啦。彈翻去最中間，斯東第二波執埋去，冇用啊！最後咧費偉特加上一腳咧解圍先啦。仍然係英格蘭嘅界外球，菲列利維爾咧走到過嚟呢邊左邊啊，喂唔好啦，俾翻你啦，皮亞斯一抌出嚟咧，俾翻菲列利維爾，即刻彈俾亞當斯，即刻執俾右路咧柏列，睇下前面有費偉特，彈俾費迪南先，俾翻柏列，
費偉特仍然喺佢前面防住佢㗎，一斬啊斬去遠處，冇用啊，貼門一滯啊！希福特咧已經走到出嚟6碼咧，等個波嚟㗎啦。對希福特嚟講，呢啲波咧絕對冇威脅㗎，可以咁講。李布倫咧等啊希福特大腳踢上嚟啊，示意啊，俾我勇啦，搏一搏啊！亞當斯同李布倫鬥爭啊，最後咧亞當斯一頭頂翻前俾史東森啊，浪翻順轉埋身，李布倫就追住佢啦，知道佢嚟啊，即刻帶俾前面嘅費迪南，想話轉身又俾屈臣咧睺到路啊，一篤篤翻前個波，呢球波咧最後咧留翻落嚟俾羅伯斯，阿古沙一側側俾羅伯斯，哎呀呢球波哇皮亞斯啊都狼啊，一瞓咧瞓埋好勁啊呢球波，但係生翻出嚟咧最後咧迎入翻好易通嘅球員腳下邊，德士貝利一腳面咧彈過嚟俾左邊嘅李福榮。望下前面出速到位啊！李布倫一頭再落。咁上半場咧已經打到咧15分鐘㗎啦，咁啊紀錄咧仍然係0-0，雙方咧未開紀錄㗎。好啦，咁嘅英國隊嘅進攻咧就無功而退啊！咁13號嘅費偉特咧紙都壓曬佢。好嘢，包古沙自己去旁邊冇人幫佢啊，孤掌難鳴，逼得自己去推。真係推得咁多個唔係啊嘛，冇可能啊！呢啲波咧一定要有人幫先啊，冇人幫嘅話你自己點推都冇用。你要過4個，談何容易咧？阿當斯喺佢右手邊咧就賀維，遠少少，菲列利維爾，恩斯。慢慢難民，恩斯乜皮亞斯已經走邊位，直線落去，費迪南冇用啦，個波揼落地下度。呢啲波咧，今日嚟講咧，個波一落地下咧就跣得好交關嘅。咁啊，費迪南咧今次係第11次代表國家隊㗎啦。咁啊，今日雖然話係落雨啊，咁但係對場嘅球迷咧都係唔少嘅。起福特開，李布倫、亞當斯頂翻前面，史東，呢個波截得靚啊！德士貝利，個波放前越位。咁啊，今日咧3位球證咧都係馬來西亞㗎，恩斯、柏列、費迪南。利維爾、孫寧涵俾翻後邊先，亞當斯、亞斯咧走左邊㗎啦，慢慢難民，恩斯，哎呀唔為意呢個波彈咧，恩斯個波彈咧又係想彈翻俾亞當斯，彈唔到，咁啊恩斯咧已經係第20次代表國家隊㗎啦，咁啊而家咧就係效力緊咧國際米蘭意大利㗎。雲迪辛達、德士貝利，再歪一啲少少咧就係屈臣。左邊咧有李福榮，右邊有羅伯士，前邊咧基寶，球證吹罰5號嘅亞當斯，好易通嘅罰球。基寶都仲坐咗喺度，咁基輔咧就係南斯拉夫籍嘅，曾經咧亦都打過南華會。李布倫咁啊，好易通嘅箭頭啊！屈臣開呢個罰球，哎呀！李布倫爭啲到，呢個波如果快少少咁樣浪到個波咧，仲有啲機會啊！咁啊可惜啦，慢咗半步。咁啊，李布倫咧就係蘇格蘭嘅球員嚟㗎。慢慢後邊猜，斯文、亞當斯、何維，右手邊咧就係有菲列利維爾、恩斯、高波埋去，舒寧咸、德士貝利補一腳上前，亞當斯、皮亞斯、
帕尼喺嘅右手邊，左啲麥馬拿文自己去啦，實推啊！佢呢啲波冇得講啊，實推啊！昆查今日慘啦，昆查俾覺得好嘢，羅拔士一接到個波，巴古沙慢少少啦，羅拔士又去唔到，德斯貝利又去唔到。麥馬拿文咧就邊得緊要啊！皮亞斯高波埋嚟又過唔到咧，揾迪辛達。打咗差唔多20分鐘啊，加明亞仲係好似冇乜符咁啊！係啊，即係而家即係英格蘭始終係控制戰局，但係咧就始終咧即係通過唔到普爾通嗰個嘅防守，咁啊基本上大部分咧都翻晒嚟㗎，除咗李布倫，有時李布倫都翻嚟㗎，咁所以即係佢哋即係盡量希望能夠咧係減少個失球，同埋咧就盡量唔好俾英格蘭咧係打紀錄。咁而家英格蘭咧就希望盡量去揾機會啊！咁啊，到目前為止咧，普爾通嘅防守仍然打得好嚴密嚇。係啊，雖然即係都俾英格蘭咧2-3次起腳，但係咧起腳咧仍然咧係好穩健喺後邊。李福榮咧為普爾通咧抌咗界外球，屈臣俾翻李福榮，大腳霸翻前面。因為而家英格蘭咧根本上已經係緊迫啊！即係當你普爾通攞到波之後咧，佢盡快能夠搶翻你個波。咁所以即係普爾通攞翻個波唔係咁容易㗎啦。皮亞斯俾翻中間，阿當斯，帕列喺右手邊，最右少少咧就係利維爾，舒寧咸，舒寧去唔到啦，基寶喺前面又係得李布倫，阿當斯埋一行佢破位。大家聽到啦，有呢啲咁嘅聲嚟講咧，上波俾得曳啦。斯文啦，好輕易，哎呀！呢個波冇理由俾得個斯文踢出嚟咧，踢得出界外，普爾通界外球，昆查，德斯貝利，巴古沙，昆查，界外球羅拔士抌，昆查話不如我嚟啦，後少少咧揾迪辛達，攞爆波。費迪南亦到啊！普爾通界外球，昆查抌，上半場嘅22分鐘到，紀錄就係0-0，德斯貝利。哇！呢啲高波咧過唔到啦！哎呀，球證一吹罰，咪13號嘅費偉特，利維爾、史東。帕列喺佢左手邊，舒寧咸，好嘢啊！屈臣睇得好緊啊！咁啊，而家咧現場嚟講咧，雨咧就越落越大啦。咁啊，嘉明，你覺唔覺得譬如嗱英格蘭國家隊嚟講咧，咁佢小組進攻啲場地嘅問題咧，失滑咧唔係咁投得咁好咧，可唔可以改翻少少用長傳急攻嘅湊效多啲咧？係，但係因為佢基本上而家壓住咧，好易衝嚟打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嗰個深度咧就唔係咁長，所以就唔係話即係咁，但係只緊要就係佢換咗邊，如果邊咧出個波嚟咧，有得埋去即係冚嘅，咁但係似乎而家即係費迪南同埋咧孫興慜兩個都前面咧起唔到特別嘅作用啊。雖然咧即係中場都好多時咧攞咗個波，咁但係咧始終咧兩個前鋒咧係威唔到、拉唔到、牽制唔到咧，好易通嘅後邊就深啲。咁變咗咧，即係嗰個中場比較密啲啊！咪即係話咧，英格蘭國家隊嚟講咧，個深度都係唔夠。係啊係啊！恩斯，哎呀，成個炒起咗巴古沙，炒起咗恩斯，球證吹罰，恩斯都唔理佢啊！好冇事咁啊！巴古沙佢兩個手踢波，多數有時碰撞咧，實會有㗎啦。麥馬拿文即仍然係最有威脅嘅佢嚇，好嘢！呢個波翻嚟靚啊！巴古沙翻嚟將個波咧就踢咗去底線，即係好重要啊！唔係淨係話攞住個波交波走位，而係咧即係攞住個波夠膽咧推埋去過對方。係啊！過咗之後咧，就引埋第二個嚟咧，咁啊變咗自己有個隊友係前空㗎啦，拖空咗啲人。係啊！呢個就係佢嘅特點嚟㗎。好，上半場嚟講咧，就英格蘭國家隊咧就第4個角球啦。好，
好輸多個，第5個軍巢話呢啲亦都啱㗎。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無謂頂出嚟，唔知俾到邊個，情願咧個波頂佢底線嘅時候咧，就穩定軍心先，慢慢再嚟過。啱啊！即係喺混亂嘅時候咧，即係寧願咧安全第一。係安全第一啦嘛。揾迪辛達頂翻前面冇用，利維爾後少少咧，皮亞斯俾添，就俾翻斯文。兩注佢又拉翻出嚟㗎。啱嘅，佢盡量拉翻後邊，人哋好易通波翻入係啦，位啊嘛。係啦，個球迷又唔中意㗎。嗱，一長之後啊，係啦，長啲啦，啊，咁有啲即係深度啊。啊，好嘢！屈臣頂翻，屈臣都係夠高啊！慢慢南文真係軍巢今日慘啊！軍巢好多時都食塵啊！哎，拉翻，仲有俾翻後邊先，皮亞斯。苗都苗佢唔到啊！出翻嚟，哎呀，有嘅都，哎呀，起腳省到人，恩斯、利維爾、史東、利維爾幫佢，呢個波史東入咗，俾翻直少少咧就過咗對方，俾唔到所以俾對方卡個後圍反罰。嗱咧呢個慢鏡過嚟啦，史東起腳射好啦。閂到啊，冇辦法啦，射就係咁射啦，第一時間冇得你選擇㗎啦。何為？呢個波噴得靚啊！基本，執得前咧就係冇用啦。呢個波都未到俾到自己隊友個波又失啦，咁樣咧就比較辛苦啲啊，踢啲後衞啊就比較辛苦啦。個波都未唞完氣，又俾對方嚟到啦，皮亞斯。好嘢，巴古沙下恩斯啊唔敢去，冇啊冇舉手都冇用啊！亞當斯舉手球證喺度啊嘛，屈臣、李福榮，球嘅一腳冇乜用啊！亞當斯、恩斯，哇！啲控球都係爭少少啊！何為？皮亞斯66次代表國家隊係最多㗎啦，恩斯諾馬納文喺昆查呢個波靚，邊得滯啦，昆查想去唔到啊，翻嚟慢，仲有德斯貝利。羅伯士幾好腳法㗎，羅伯士。屈臣、李福榮、史東喺佢前邊，好嘢過咗史東，通坑佢，靚啊福斯，高波埋中間，費偉特，羅伯士，起翻佢，好啊，中間太密質得滯啦。4、5個咧就係英格蘭嘅後防喺度，高波冇乜便宜啦，分進再嚟踢到麥馬納文、孫寧涵、史東咧就喺左手邊，好嘢翻啲勾腳啦呢個波，李福榮咧就係困到啊拍隻腳㗎，但球證可能咧就係話李福榮咧蓄意去踢個波，就唔係捉嘢踢。所以球證咧都係冇吹罰到㗎。呢個突擊都好快㗎，即係由反擊啊，即係英格蘭咧，即係而家希望多方面啊，即係唔係就話慢慢嚟。即係有時你太單調，人哋容易防守啊嘛，犯數多就難啲啦嘛。舒文藝高人膽大啊，都唔係喎。咁李布倫咧已經係奮鬥啊！李布倫咧有一樣好，我覺得佢係好勤力嘅一個前鋒嚟嘅。昆查抌界外球，雲迪辛達，哎呀呢個波俾得曳啊！柏列、孫寧涵、史東、利維爾埋去幫佢後手少少，好啊！利維爾走翻佢邊啲啦？孫寧涵、史東、皮亞斯、麥馬拿文咧就喺左手邊。包括殺戮啲費偉特、史東，好嘢！呢個波拍列用個心口俾翻佢，俾呢個波俾得好靚啊！
咁啊，上半場咧打咗差唔多30分鐘喎，我相信呢個紀錄嚟講咧，大家都估唔到。我都係估佢最多15分鐘咧就會入波㗎啦嚇，居然咧就多倍時間30分鐘。咁啊，相信呢樣嘢同個場地真係可能有啲關係啊！見到有啲諗住啊，唔會應該係咁容易錯失嘅，或者係一啲誤傳咧出現喺呢啲咁有級數嘅球員，似乎係少見一啲啊！即係呢啲咁嘅場合咧，組織攻勢嗰邊咧比較難啲，解圍嗰邊咧就容易少少啊！冇錯啊！好似啱啱呢球波，費迪南又好似啊，一攞之後心急之下，咁唔知係咪就係個波線啊，或者長身地滑嘅關係啊？頭先我講即係兩個箭頭啊，即係費迪南同埋啦，孫利衡兩個都係即係似乎起唔到大作用，都威脅唔到好易通啊！咁變咗咧，即係如果你全面威脅得好嘅話咧，中場就容易好多啦，俾咗啲波，但係似乎起唔到作用。咁啊，即係得翻係柏列比較努力喺中間，咁啊馬拿喺左邊咧係起作用，其他咧就即係似乎咧即係唔喺狀態啊！即係相對嚟講，可以話係即係整體嘅壓力咧，能唔能夠咧令到好易通出現較大嘅錯誤啊喺後。啱啱你兩位講緊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啦雲達保斯都緊張咗，本嚟坐咗，突然間企咗起身啦，即係冇理由嚟到香港30分鐘都入唔到波㗎，係咪？恩斯頂翻前面，好嘢。咁啊，拍一跳高都頂唔到啦！文迪辛達、巴古沙、文迪辛達、昆查喺旁邊，德斯貝利、李布倫、德斯貝利，呢個波咧就係俾曳咗啊，邊得滯啊！咁啊，巴古沙咧都追唔到個波，但係巴古沙都好有風度，話你俾個波俾得好靚，拍手鼓勵自己隊友。好啦，咁呢個時間咧，見到師傅亦都好滿意喎。好啦，咁上半場嘅30分鐘，咁31分添啦，紀錄仲係0-0啊。咁啊，見到英格蘭後場咧，而家阿當斯同埋皮亞斯咧嚟一個互傳之後咧，仍然落翻喺阿當斯腳下邊。咁亦都要讚一讚咧，其實好易通都有班球員咧，防守上面咧紀律相當之好啊，令到咧。又見到低士貝咧殺到埋嚟啊，令到喺英格蘭嘅攻擊球員咧可以咁講，除咗馬拿文比較咧係活躍啲之外咧，其他球員咧暫時未見到有咩比較突出嘅表現啦。啱啱呢球咧見到費迪南咧就俾低士貝咧鏟低咗，球證吹罰㗎。恩斯嗱馬拿文亦都走到埋一齊就踩一踩俾恩斯，再傳翻過嚟中間接近右路嘅後衞，即刻第一時間咧彈俾菲列利維爾。巴列，呢度又去唔到啊，唯有彈翻後俾阿當斯啊！好啦，一路自己推咗10幾步啊，一彈前咧好靚，控得靚啊！呢個馬拿文一個假身再仰叫翻過嚟，好彩咧昆查困到，再錯過昆查最後一分唔得啦！馬拿文推入禁區㗎啦，已經帶翻埋中間，朱凌咸車埋有啦！朱凌咸咧呢球波一抄都用得靚啊！費迪南咧亦都反應快。上半場嘅34分鐘啊，咁首先由費迪南咧打開紀錄。呢個波一定係歸功於馬拿文啦，係咪先？睇線啦，過完再過，哇！佢起碼3番4次、4、5次都係過咗落去，好淡定睇出嚟，交翻俾史東下，史東一出俾個費迪南都係使起一線，嗱睇翻下，好淡定啊，睇定啲先，一掂。用手都唔得，千祈唔好俾球員睇到啊！趕咗場啊！好啦，終於咧就打開咗呢個悶局啦。英格蘭咧卒之喺上半場嘅34分鐘咧，由費迪南1-0領前。昆查一攞冇出界啊，留翻入嚟。阿當斯得啊，呢個嚟㗎，但係仍然俾魯倫咧得到又冇越位啊！睇下呢球波咧，斯文走到出嚟禁區解圍，費偉特咧浪到啦，但係最後斯文咧。飛到盡咧，一腳咧鏟咗個波出界底線以外，好易通嘅角球，但係可唔可以咧？好易通憑住角球咧產生一啲埋門嘅威脅啦，羅密斯、雲迪辛達啊，呢啲高大嘅後防球員啊，屈臣咧都上到去㗎，一車出埋，有冇啊？哇！漏晒，最後咧見到回防嘅孫凌咸一腳解圍先，馬拿文隊
同昆查再去啊，最後咧麥馬林文冚聲啦，追啦，追唔追到啦？好啦，個波碌得太快啦，麥馬林文想話再追咧，有啲危唔切啦。李福榮一抌到嚟巴古沙，一空甩咗啊！呢個波眼翻出嚟拍裂，即刻真係前面舒寧咸一個回傳俾翻拍裂，左邊啊已經控晒叫到皮亞斯啦，後上冇錯啦，走咗過嚟一傳過嚟俾皮亞斯，費迪南出嚟要波一個直接啫你，哎呀似乎又大力得滯啊！呢條波應該係追唔到噶啦，就算追到咧，亦都見到雲迪森達包到埋嚟噶啦。費迪南啱啱咧頂入1-0嘅球員，咁事實上佢喺紐卡素咧入球咧數字都相當之高噶。喜福特出到咧底線以外啦，衝上嚟咧一腳咧斬過全場。阿當斯咧又壓住李布倫咧頂咗前面，舒寧咸再側前，呢頭波係心急得滯啦，俾德士維包埋一腳咧解圍先。羅伯斯一大單啲費米特望下前面有人走位啊，巴古沙，但個波咧俾得唔係好到位啊，俾阿當斯咧咬親咧彈翻出嚟，最後咧見到舒寧咸鬧到一個直線右分一比咧，高大呢紅嘅威勒迪南啊去啊，但永定身啊死都追住佢啊，最後一得之下咧，唉球波自己仲攞埋出界添，咁雲迪森達都精啊喺後邊壓一壓佢啦，但球證又冇吹罰。費迪南咧，除咗入剛才球波之外咧，雖然就見到佢好努力，咁但係始終咧就唔能夠發揮到佢咧，可以話係應有嘅水準出嚟嘅今日。李福特壓腳咧，球斬上嚟，李布倫先到啊，但係咧就大力得滯。菲臘利維耶一腳搶就鬥翻俾斯文啦，斯文咧唔敢接啊，因為佢用腳傳俾佢啊，走到出嚟禁區一頭頂咗俾皮亞斯，皮亞斯一手又見到羅拔士埋嚟，一腳咧生咗出環邊界外。咁見到咧，真係雲拿保斯同粒神咧都企晒出嚟㗎啦。對呢場波似乎咧，佢哋都唔係話真係持咗一個好審慎嘅態度啊，絕對咧冇諗過話真係一場咧表演賽嚟㗎。後衞彈前去唔到啊，史東唯有彈翻後，俾李布倫逼住後衞之後咧，即刻彈過嚟咧，中間較空嘅阿當斯都即刻傳過嚟，左路嘅皮亞斯，前面有馬林文喺度㗎啦，冇錯，一側右側俾馬林文，昆查咧睇下點啊，呢球波又俾馬林文壓住㗎啦，再翻呢球波咧，好嘢啊！冇啖好食啊！真係冇啖好食，昆查今日。我都話昆查見到佢今日啊，慘啊！即係成季波嘅力都俾佢出埋。有啲可能睇下半場，如果係咁啊，真係有生抽埋啊！係啊！好啦，麥馬蘭文就開埋自己咧去開埋呢個角球，一扯前傳出嚟，前邊有隻希福特雙錘打出，但係咧又見到咧皮亞斯過到嚟半場咧截到個波，留翻個波彈俾麥馬蘭文，史東正啊！第一時間彈翻俾皮亞斯啊，事實上咧見到費亞特逼住佢啦，啱啱咧見到麥馬蘭文見到幾個球員圍住啊，唯有又傳翻後邊嘅菲臘利維爾，恩斯，當斯。哇！見到好易通啊，有成8-9個球員喺禁區咧，禁區嘅範圍之內㗎，接近一神心一攞啊，彈翻出嚟俾費維特。皮亞斯啊，想話鏟唔遠啊，波俾啊，哇！巴古沙自翻彈咗出嚟咧，俾羅拔士，再去恩斯後邊咧，一連人帶波咧，借後埋去啊，球證吹罰啦。恩斯咧喺中場咧，截擊能力相當之強㗎，一個非常之啊，可以話實用嘅球員喺中場。德士貝利慢慢嚟啦，一輪咧俾英格蘭咧谷咗一輪㗎啦，睇定先啦。基寶心下一浪俾羅拔士，腳一彈李布倫，再叫即刻射添啊！哎呀，呢球波咧速度都快㗎啦，見到李布倫，想話考斯文啊，起碼有機會起腳啊，起腳冇機會入波係咪先？呢球波斯文咧都睇住佢嚟㗎啦，咁啊正路嚟講呢啲波就考驗唔到斯文㗎。帕列彈前啊，舒寧咸一攬咧又慢半步啊！呢球波咁嘅狀態啊，舒寧咸我睇佢真係啊，我睇佢好多次波控得唔好，即係完全同佢喺自己嘅球隊裏邊咧熱刺嘅時候咧，即係爭好遠啊！可能係即係停咗比較耐啲啊，啲球隊5月頭打完晒最後一場聯賽之後咧。
起碼20日。有廿日。係啊，有廿日。你唔同有幾隊啊嘛，係咪先？啊你話連個足總杯啊，利物浦啊，好似馬蘭文啊，打完足總杯之後，即係唔係好耐時間啊嘛。咁絕對係有影響㗎。咁球員嘅比賽狀態啊，特別係比賽嘅狀態。如果你唔係透過有比賽咧，你就算點樣跑啊，有時都係爭啲就爭啲㗎啦。嗱，大家去睇一睇咧，呢個賀維咧頂頭錘咧都幾矛盾㗎，個手踭喺前邊先㗎。好多時嗱，你留意下啦，睇睇嗱，睇睇嗱，睇睇嗱，個手踭啊撳實人哋嚟㗎，好矛盾嘅咧。呢球波直頭兩隻手撳埋啊李寶倫嘅膊頭嗰度啊，球證都吹罰咗㗎，屈臣一隻撳區頂落，恩斯一頭咧頂到啊，但係呢球波費嗱咧框架同羅拔士咧，最後咧俾羅拔士截翻，再彈一次，哇！恩斯死都追住佢啊，幾大啊！羅拔士仍然叫翻啦，腳邊一彈佢，帕列截到啦，一鬧翻龍先，但俾菲列利維爾，各位亦都慢慢咧喺後場組織啊，見到英格蘭唔急住啊，一球在手。呢球波咧，孫寧後一線咧，亦都見唔到有其他隊友咧再向前咧個空位入邊去啊，咁又益咗希福特好輕易咧出嚟接實。好啦，趕咗自己啲球員咧出翻啲啦，希福特即刻大腳咧踢過前場啊，好遠啊呢球波，賀維一頭頂翻出嚟，係咧俾班古沙咧喺中間攞到啊，再扯去遠處，諗住咧以為李寶倫或者費維特嗰啲會去啦，但係咧又冇，大家嘅默契似乎係爭咗啲啦。高波似乎都幾難過咗中間兩個大撐啊！冇錯啊，係咪即係冇乜機會㗎？因為真係㗎，賀維同亞當斯真係6尺幾，亞當斯成6尺5寸，係嘛？賀維成6尺2寸幾，咁你冇得跳，我都未見過佢頂多次係見到李寶倫有一次標前線後嗰一次啫，高波你冇可能過到佢兩個。冇錯啊，即係望李寶倫今日發揮個威力咧，就話佢嗰個速度啊，睇下。叫做呢兩個比較高大嘅中堅球員咧，會唔會轉身比較慢啲？好啦，呢球波見到費迪南咧，係咁逼住希福特啊，一解啊拍 Q 啊，落翻過嚟呢邊嘅史東，哇上去佢就拉佢啊，但係佢攞翻個波球證冇吹罰啦，大翻後俾菲列利維爾，再俾翻史東，列喺佢側邊㗎，利維爾都喺側邊俾咗近嘅菲列利維爾。細咧搏一腳過嚟俾，人時即刻咧扯佢左路嘅密馬拿文啦，睇下軍查點樣應付佢啦，一個解身又叫過咗，3個人埋嚟逼佢啊，最後一棍射啦，仲有恩斯咧叫咗入禁區嘅，一個轉身拉都拉唔到啊，費迪南，哇，雲軍講親，呢球波咧即係好似打波子機咁啊，大家抗嚟抗去啊，最後咧球證示意咧就係好易通嘅球門球。哇！呢球波都緊張啊！首先係密馬拿文困入禁區，再撞翻出嚟又見到咧恩斯咧幾個人之中咧喺度打轉啊，之後傳咗去較中間嘅位置咧，大家撞咗個波出底線以外。如果費迪南咧處理得好，呢個波可以起到。係啊，就論盡咧就係佢就好歪咗之後一左腳，係啦，左腳係啦，俾孫寧行硬要左腳跳去踢出界。都算有啲論盡啦，啱啱嗰球波。但係又係喺密馬拿嗰邊拆停我嘛，一個過去3個連中間，諗住起腳射埋添嘛。即係佢個風頭搶晒市攻。所以問題就係，如果有英格蘭陣中嘅前線球員再有多1、2個咧，可以有翻有水準嘅表現啦，相信好易通嘅防守線咧面臨嘅壓力會更加大啊！雲拿布斯考慮密馬拿就唔係講個技術啦，即係可能佢單薄一啲啊，即係佢人即係嚇對住歐洲嗰啲即係重炮嗰啲，即係去唔去到有冇威咧？咁呢個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嚟嘅。如果唔係咧，佢嘅即係利物浦裏邊佢要作用最大嘅。冇錯啊！好啦，見到呢邊咧，中場咧大家鬥拍之後咧，柏列咧即刻扯咗過嚟右路嘅後場嘅菲列利維爾，即刻彈俾史東。史東一控咧對住李福榮啊，即刻咧想話走埋，但係俾李福榮咧一個肚腩咧撐翻出嚟，彈翻落去菲列利維爾，扯埋禁區，費迪南，穩定身板咧高位一等啊，一頂翻出嚟，但係仍然落翻喺皮亞斯腳下，一扯去遠處，睇下到唔到啦，有冇啊？呢球波咧，孫寧又一頂咧，好可惜啊！偏差得好，偏差得多，似乎咧就幾多下㗎。嗰個孫寧騰空好靚，睇下個騰空啊睇下。停咗喺度睇下，嚇幾靚啊！騰空得好靚，跳就係咁跳㗎啦！啲時間嗱，一個波來勢嘅時候咧就唔翻啦，啱啱咧變咗焗住個波咧，夾硬咬腰一頂嘅時候就唔能夠命中目標㗎。
見到咧，希福特今日咧開龍門口都嘆慢板多啊！好啦，一腳斬上嚟過晒前場啦，李寶倫呢球波跣到佢前邊啦，見到皮亞斯咧已經包住個位啦，挖古薩埋逼佢一撩就撩過咗。咁咧而家見到咧上半場咧已經咧大鐘咧係夠咗45分鐘㗎，咁呢個時間球證只不過係咧好翻少少時間嘅啫。咁啱啱見到咧基本係越位嘅，球證係吹罰咗馬當斯。睇嚟球證咧應該上半場冇乜受傷咧，保持亦都唔會太多㗎啦。皮亞斯，馬拿文，費迪南一個撞牆，但係俾佢哋真係睺到路啊！最後咧費迪真係轉身咧留翻個波彈翻俾德士貝利。哎呀！呢幾下咧撞得好靚啊！見到羅拔士啊咁樣，費特而家留翻個波啊，望下前面一個直線質睇下巴古啊，收唔收到啦？睇嚟都問啊，冇錯啊！個波落地咧又擠住去。就喺呢個時間啦，唔該晒，偉哥，唔該晒。咁啊，另外呢邊咧就係阿以明，咁啊好耐冇見啦。咁啊，以明呢場波你又點睇啊？呢一場我覺得好易通打得非常之好，守得好好，好勤力。咁咧雖然咧我都本身幾中意睇呢個英格蘭嗰啲，即係個個都好有明星風範，但係好似打得今日弱咗少少。咁咧我希望好易通繼續追，繼續守。好，OK，咁我哋而家咧就不如一齊睇翻下半場嘅比賽先。唔該晒。好啊，唔該啊！原來阿以明你識波嘅喎，啊真係唔好睇小佢，女仔都識波。好啦，而家下半場嘅開波咧已經係開咗啦。咁英國隊咧喺熒光幕嘅左攻右啊。咁啊，我哋見到咧就英國隊換咗嘅人話啱頂頭場嘅18號咧，舒利亞咧就換咗9號嘅費迪南啊。目前咧就係只係一個嘅調動啫。咁而好易通咧仍然係用翻咧上半場嘅原班人馬啊，基寶一個人啊冇人支援啊，四野無人，後啲先有咧係費偉特。最後啲李福榮，好慢慢先，呢啲係啱㗎，希望慢慢嚟，唔好咁快斷。越位，乜李布倫咧已經係越位啦。武官啊，呢個時間又好翻天咁喎。係啊，好翻少少冇落雨咯。但係個場地我相信都仲係好濕。但係去水雖然話去得好快，但係個場地都有少少濕，個波落地仍然會擠得好快。好，咁啊斯文開啦，咁啊斯文咧就第25次代表國家隊㗎啦。咁啊被譽為咧目前咧英格蘭咧最好嘅門將嚟㗎，史東、帕列、利維爾、舒利亞，好靚！哎呀，彎到出嚟啊，好靚啊個波！咁啊球證咧就話旁證咧指咗旗咧，就話個波咧喺底線之外咧就彎入去嘅。咁大家踢足球咧就係話咧計個波唔係計地下，計上空都計埋嘅。咁咧下半場入替費迪南咧嘅舒利亞啱啱咧就見到佢其實呢球波都好有功架㗎嚇，一拐動作好細咧就可以喺咁窄角度扯到個波出去，雖然就話出咗界底線以外嘅啫。費迪南已經退下火線㗎啦，咁睇下舒利亞咧下半場可唔可以咧產生到咧更大嘅作用啦？帕列、羅拔士攞到基普越位，李布倫咧就好多時咧就係越位，因為佢衝得太前得滯啊！咁啊下半場咧開波係僅係2-3分鐘嘅啫。何為俾翻呢邊皮亞斯？我哋見到皮亞斯嚟講個活力咧就冇比咧就係上2年咁好啦，已經係。犯規，揾迪森達犯規。歲月催人啊嘛，34歲㗎啦，係啊係啊咁即係雲達堡希望咧後防揾翻幾個咧老將壓陣㗎，咁即係皮亞斯就慢咗少少㗎啦嚇。麥馬納文最活躍球員，今日嚟講冇得講啊！佢好多時一個咧推埋咧過你2個3個人㗎。昆查咁出咗界啦。英格蘭國家隊教頭黃耀信，好易通嘅教練。舒利亞，咗有咧舒
舒利亞嘅打法咧就比較活躍啲，唔會話喺右邊就右邊，喺左邊比如佢好多時咧左右兩邊咧就連對接，咁呢啲前鋒咧先至得人驚啊！咁你冇一個固定嘅位置去防守佢啊嘛，佢兩邊走嘅時候咧，佢就走出個空位比較多少少啊！佢呢啲就係飄忽型嘅中鋒啊，即係好似費迪南啊或者係啊舒寧咸嗰啲係柱躉式啊嘛，柱躉式啊，已經係慢慢大㗎啦，柱躉式啦已經。其實唔係應該有一個係柱躉，一個咧就飄忽嘅。如果你擺譬如好似阿科拿同埋阿舒寧咸啦，即係唔係咁好啊？即係應該係一個柱躉一個飄忽，一樣有一個就冇兩個喺埋一樣。係啦，唔同型啦，對方難應付啦。皮亞斯好順咗球員左腳，呢個高得就係頂唔到啦。阿當斯，咁我喺賽前咧亦都講過就話咧，如果係好易通想入波咧，一定有罰球有角球咧。咁就屈臣咧就要衝上前邊啦，咁你希望個頭槌咧就有啲入波嘛，咁但係如果淨係靠李布倫啊嗰啲嚟講咧，就機會就微少少，係咪屈臣嘅頭槌都唔錯？係啊，上場得一次角球啫喎。係啊，但係亦都唔見到屈臣喺前邊喎，佢走到後邊話唔出就唔出喎。阿當斯，皮亞斯。太前得滯啦，舒寧咸，柏列，好嘢，仍然係柏列啊，好嘢啊！哎呀，出嚟個腳就即係夾硬啊，個波已經係離咗腳㗎啦，係夾硬係篤個波過嚟嘅啫，已經係離腳一少少。佢推落邊嘅時候啊，佢冇機會㗎，佢通坑佢咯。係啊，真係所以觀眾真係哇學彩，呢啲就真係智慧啦。柏列。皮亞斯，麥馬納文，個昆查咪做唔掂？除咗麥馬納文，而家柏列又去埋嗰邊，真係。咁其實頭先書本上睇佢下半場嘅部署咧，希望能夠咧揾人幫昆查㗎啦。係嘛？即係減低咗麥馬納文嗰位嚟㗎，因為如果淨係得昆查咧，實行部好大嘅弱點喺度啦。一個孖一個包咧就好啲嘅嚇，好嘢，巴古沙。冇用啊！呢啲波冇用。就算唔好話踢得出界，就踢到前邊都冇用。咁原嚟咧，而今日李布連嚟講咧，就做咗姑媽嘅老公，姑丈啊，姑丈難明都冇辦法㗎啦，喺前邊有乜辦法啫？舒寧咸，一波短咗少少啊，穩定身態，巴古沙，羅伯士，費韋迪，羅伯士。費韋特大腳上翻前面冇用啊！呢波又係斯文。嗱，一個好嘅龍門嚟講咧，呢啲長傳嘅波咧喺禁區裏邊咧，龍門實攞晒嘅。如果佢反應快啲啊，同埋佢醒目啲嘅話咧，就好難做得成咧，係有威脅嘅。哇！好快咯，又嚟啦，炒到分柴啫，炒到條脷都伸埋。恩斯，史東喺右手邊，史東。解圍啊！利維爾，恩斯去晒，好嘢，巴古沙，好啦，食咗位㗎啦，哎呀，有機會，哎呀，嗱呢個波咧，李布倫咧就有少少矛魚㗎，食咗位呃咗對方，但係冇得講啦，李布倫雖然矛魚，就算冇吹到都係。咁啊，因為佢係有速度，係嘛？阿宗師又有身材，阿宗師已經唔夠佢跑㗎啦。咁頭先阿查話咧，阿陳景安話咧，即係李布倫真係要靠速度啦。咁啊，呢個波就顯示到李布倫嘅速度啦。咁啊，好在斯文真係有咁嘅風格，出嚟封咗你。佢封慢啲，呢球波真係有機會。好啦，咁啊，舒寧咸又策動攻勢，後翻少少麥亞納文，好嘢，史東，利維爾。呢個咧就菲列利維爾嚟㗎，第二次代表咧就英格蘭隊上陣㗎。麥馬納文、史東出地波，希福特咧今日都係表現幾好。咁啊雖然大家我哋睇到希福特咧身形咧比較肥少少啊，但係佢一啲都唔論盡嘅，即係佢嘅反應啊都好快啊，好靈活下㗎。皮亞斯。麥馬納文，
恩斯、舒利亞、帕列、破位、阿當斯、尼亞斯，好嘢，自己去，去唔到咯。呢個波咧，就係一個行一個包啦，所以咧就係一推甩嘅時候，即刻咧就係解到位。巴古沙，哎呀，嗱呢啲係大家合作嘅問題啦。咁啊就李布倫咧就褪翻後，巴古沙側個波向前，呢啲係大家嘅默契啊。咁因為係大家嚟到唔同嘅一隊，所以咧大家默契咧就係爭少少啊。呢個波大腳一滯啦。同埋有兩次李布倫咧偷雞咧就都越位。係。咁今次睇到佢咧就驚住越位咧就走翻轉頭。走轉頭佢想再去嘅時候咧，點知佢已經交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大家即係頭先講嘅默契啱啊。默契嘅問題啦。咁啊下半場咧差唔多咧打咗10分鐘啦，紀錄就係1-0係上半場嘅紀錄嚟㗎。利維爾、阿當斯、皮亞斯，好靚呢個波好靚。皮亞斯有啲咁嘅波，呢個波靚啦，好靚啊！麥馬拿文，哎呀，分查好喺界邊以前咧就打個倒掛。咁啊德士貝利咧，所以呢啲功架俾你睇到啦嚇。得住個位先㗎啦，轉到身啊，轉唔到身啊！揾迪生達咧都幾牙炸下㗎。哎呀，呢個波變得曳啦，巴布沙，呢個波變得曳。皮亞斯、帕列慢一步，羅拔士攞到，基普轉身跟住轉埋，巴古沙呢個波大力得滯，瞓得靚恩斯，帕列攻咗少少，好嘢呢個波靚，屈臣呢個波靚，如果過咗頭唔得了，有機會㗎啦。皮亞斯，麥馬拿文，跟住呢節足夠快啊！多球。嗱，下半場英格蘭國家隊嘅第一個角球嚟啦。咁啊10號咧，舒尼亞喺度，咁而舒利亞咧亦都喺度。何維喺前柱，麥馬拿文咧就係喺度開啦。好嘢，希福特出嚟嘅時間啱啱好。嗱，大家睇睇咧，點解有啲人又拍手掌咧？原來咧就今日咧就英格蘭國家隊咧就有7個後備。咁7個後備嚟講咧，佢一熱身邊個出都未知，咁啊大家一齊去做熱身嘅。基普、李福榮、巴古沙、李福榮好嘢。哎呀，呢個波變得曳啲。手球，但球點解俾得益？巴古沙再去角球。好啦，咁啊下半啊，咁啦而家你見到啦，17號咧個屈臣咧上去啦嚇。嗱，我都話係一定係要咁先得啦。嗱，屈臣已經咧喺禁區嗰度噶啦。李福榮開。雲迪森特頂到，雲迪森特頂到個波，可惜呢個波咧就係頂高咗，頂到個波底，但係都係咁頂㗎啦。嗱，李福榮開呢個波開得咧都算幾好啦，雲迪森特一頂到，但係可惜個波咧頂到個波底啊！如果冚平啲或者冚落地下咧，機會咧會大少少。咁啊，雖然話阿加美而家下半場打咗12分鐘咁滯啦，雖然話換咗人啊，但係都仍然係冇乜好似冇乜辦法咁喎。係啊，即係佢睇嚟英格蘭都仲係啲中間比較多啲。咁啊，左邊咧，即係好易通已經係經過下半場嗰個調動咧，就加重咗右後防嗰個位置嗰個漏洞啊。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右邊冇咁多威脅嘅時候咧，左邊咧又冇咁多嘢，所以變咗英格蘭唔係好有條狗一。好啦，咁而家好易通嚟啦，冇啦！呢個波帶得太多啦，巴古沙呢個波帶得太多，其實佢早啲咧就係俾過嚟呢邊就仲好，俾到費偉特啊，俾得咗都變咗好啲。慢慢難問，
雲迪遜喺佢前邊，史東起唔到腳啊！史東呢個波起唔到腳，留翻後邊仲好啲。哎，羅拔士吹罰咗，恩斯俾羅拔士咧就係困跌咗。皮亞斯啊，嗱呢個時間咧就係啦，皮亞斯點解咧？皮亞斯咧就打咗國家隊咧就第66場啦，但係咧有5個入球。一個後防嚟講有5個入球咧就係呢啲波啦。係啊，睇下呢啲波咧就係真真正正啦，就8步穿楊啦。睇下係咪距離炮製啦？咦？好換人喎！其實冇官啊，係咧英格蘭10月嘅金寶咧就入替6個後衞。其實之前巴古沙咧夾硬即係想話自己推入禁區咧，受傷到而家咧喺阿仙奴喺英格蘭國家隊嗰個禁區出邊咧係瞓咗喺度未喐得住嘅，到而家都係。喂，如果咁就有少少不妙啊！下禮拜4咧咁啊，南華會就對費力通啊嘛。咁啊，巴古沙嚟講咧，就希望佢係小傷啦。近啫，我覺得唔係咁嚴重嘅，睇嚟就。呢個波佢係自己攞嚟嘅，可以早比啊，咩事都冇啦。德士貝利咧就喺埋後邊先。皮亞斯啊，唔係喎，咁係由舒利亞射喎，大家都以為皮亞斯喎。呢啲狗嘢。好，國球。希福特好嘢啊！係啊，呢個波希福特咧過咗人牆㗎啦，拍到個波。咁啊，下半場咧，英格蘭嘅第2個國球。金寶頂翻過嚟冇乜用啦，恩斯羅拔士咧就拱一拱佢冇用，恩斯攞翻靚，咪舒利亞得翻後邊先，羅馬拿文又去啦，好嘢過咗喺佢前面咧就係德士貝利俾翻中間，起唔到腳，起唔到腳呢個波，舒利亞咧個波控嘅時候甩腳啊，離身太遠啦，佢起唔到腳啊。佢又唔敢起得盡喎，殺到啦嘛，驚佢個腳有問題咯喎。嗱，大家睇一睇嗱，馬拿文咧俾個波俾到佢，嗱佢控一控，嗱離腳太遠啦，啊對方殺到啊，咁佢唔敢啊好啊，即係去呢個波咧就係逼咗個角球。咁啊上半場咧就係第3個角球啦，下半場啊，恩斯史東埋中間有頭槌，哎呀試唔到啊！德士貝利分查，好出咗界。咁啊，下半場啊，大概咧就係打咗17分鐘啊，紀錄咧就係1-0啊。阿巢唔該你。好啊，咁見到咧呢邊英格蘭咧又會作出咧另一個調動啊，15號嘅安達頓咧將會入替11號嘅史東。咁安達頓啊，可以話咧喺季尾啊，熱刺復出之後咧，冇耐咧就已經被雲拿保斯重召翻入英格蘭國家隊㗎。好啊，界球球咧好快就抌咗出嚟，恩斯一執執翻俾左邊嘅皮亞斯，落底線啊，扯出嚟，咦呀，爭啲哇！呢球波德士貝利已經見到咧，希福特想出去接嘅，德士貝利快一步，亦都可能睇唔到希福特出門㗎，閂咗波出底線以外先。安全嘅啦。係啦。咁睇下喺短時間之內咧，英格蘭國家隊已經作出咗下半場已經做咗另外2個調動啦，夾埋咧換咗3個球員，睇下可唔可以喺餘下嘅時間咧產生更大嘅威力，或者咧有啲咩變化出嚟啦。馬拿文一扯出嚟，咦呀跣到嘅舒利亞，4步就手錘咧打出，好嘢啊呢球波！菲利維爾一斬埋，咦呀咁樣咧，拍咧喺禁區入少少就即刻咧一個咬親咧，想話揈個波埋去，但係呢個波咧就偏差咗少少啦。但係姿勢係相當之靚啊，亦都引嚟咧場裏邊觀眾咧嘅掌聲。我哋再慢鏡睇翻，一揈呢個咧難度幾高啊！如果頂中龍門咧，掌聲更加多啊，應該。咁柏列呢個球員都可以話咧，經過咧喺意大利咧3年嘅浸淫啊，技術更加成熟啊！金寶一腳咧三翻嚟屈臣，一頭頂翻嚟俾李福榮先，一嗱流順即刻咧彈前俾費偉特啊！見到咧呢邊嘅菲利維爾即刻殺到啦，閂咗波出橫邊界外。李福榮撳翻嚟俾屈臣，
郎純就見到，咦，英格蘭似乎咧開始咧前場咧施加壓力啦，希福特都唔接得啊，大腳咧走喺前面，李文一線到啊，巴古沙基寶邊個要啊？一個有少少默契仔咧，基寶咧即係想話再側前咧俾巴古沙，但係巴古沙向球證投訴啊，話咧有亞當斯咧阻一阻佢咁噶。好啦，唔好理佢咁多啦。皮亞斯話攞住個波即刻向前場推過半場啊，側咗俾舒利亞，擺過咗安迪辛達，即刻彈俾安特密馬拿文，恩斯掘唔到啊，唯有咧細細力咧彈咗俾舒利亞，扯過嚟菲列利維爾，呢球波啊曳啲啦，想話彈翻後咧食唔正個波啊，再去啦，哇！李富聯成份咧踩埋去啊，下列。似乎咧呢波咧呢段時間咧，英格蘭係希望咧拉空好易通中後場咧嚟踢㗎，但係始終咧仲係冇乜辦法咁樣。德士貝利唔開添喎，呢個自由球，哇！希福特走到出嚟30幾接近40碼咧，開呢個罰球啊！大腳斬去前場，好啦，安達頓咧一浪順咗啦，空門嚟嘅，哎呀，佢冇理由咁遠射嘅，亦都好啦，安達頓真係咁樣射啊！但係呢球波咧食得唔係好正啊，安達頓都及住啊，希福特翻到埋去尾㗎啦，第一下遠得滯，唔搏你住，再一下回傳咧想話側埋去，但係咧亦都咧係食得唔係好正啊波。好易通嘅球門球，希福特啊又嚟嗰套啊，慢慢嚟嘆慢板，一腳一掘過晒前場啊！阿當斯同李富倫鬥爭之後咧，阿當斯最後一頭咧點解？李富倫呢球波咧想話第一時間解圍咧，但係咧塌地 Q 啊，踢唔中個波咧，結果係個波流出橫邊界外，好易通嘅界外球。希福特慢慢嚟啊！好啦，一腳啊！哇！呢球波好遠啊，接近呢對方嘅禁區前面咧落㗎，但係最後咧俾亞當斯咧夾手夾腳咧頂個皮亞斯，舒利亞翻到嚟後場攞波啦都要。咁事實上咧，好易通嘅後防線咧，稍為有啲時間啦，已經係密質質㗎啦啲人。亞當斯。推過咗前場啦，右邊有安達頓，冇錯啦，安達頓就攞低前個波，翻一分啦！好啦，球波實在係大力得滯啊！安達頓咧夾硬瞓咧都瞓唔翻出嚟，亦都見到德士貝利咧啱啱包埋咧包得好快啊！就算俾安達頓咧瞓到咧，亦都有機會俾德士貝利咧閂到個波㗎。嗱，保斯。神色有啲凝重啦，咁事實上咧，賽前就好有信心咧，就話贏波，而家亦都係唔止一球咁少㗎。但係到而家咧，下半場嘅超過20分鐘㗎啦，仍然咧似乎咧冇乜起色㗎，同上半場即係嗰個俾人個感覺啊，英格蘭國家隊好易通應該咧係冇得打嗰隻，但係似乎暫時就唔算冇得打啦。好啦，呢球波咧想話放喺前邊啦，舒利亞跌咗落越位陷阱啊！咁啊，唔知係咪真係同香港嘅濕度有啲關係啊？事實上咧，英國好多球員咧，外援嘅球員又好啊，或者曾經嚟過嘅其他球隊咧，面對住香港一啲咧比較濕度高嘅氣温，好多時咧都好難適應㗎。但係今日已經冇出太陽啦，咁應該係好少少㗎。好啦，希福特啦。踏出嘅步穩，一腳咧又掘去前面，費偉特跣到，哎呀，菲列利維爾跣到啊！但係咧最後咧費偉特個後爭，基寶頂翻去前面俾佢，再有冇機會啊？哎呀，好在咧菲列利維爾咧得住費偉特個身位啊，唔係呢球波咧又俾佢爭啲偷到雞㗎啦。呢球波又見到咧即刻打翻過嚟，一下咧反擊，舒利亞上去啊，但係屈臣亦都經驗好好啊，得住個位，細力跣翻個波俾希福特之後咧，希福特又慢慢嚟啊。
大腳咧又過晒前場，阿當斯同李布倫鬥得啦，哎呀唔到，金寶啊諗住等個波留翻俾斯文，爭啲啊，俾李布倫咧好勤力啊，就想手埋搏一搏啊，呢邊咧打翻出嚟，見到咧皮亞斯咧退咗幾廿碼噶啦，彈翻上舒利亞，舒利亞攞順咧即係打俾皮亞斯先，壓順啦，扯去遠處，安達頓。好啦，呢球波大力得滯啦，安達頓唔係舒寧咸咧，啱啱咧亦都咧走前咗，想話斬俾舒寧咸啊！呢球波見到皮亞斯亦都係，好可惜咧，亦都似乎咧偏差咗少少㗎。李福榮密神頂翻俾李福榮，一腳咧掘翻上去先啦，恩斯咧截到啊，心口一浪順咗，細成一刀到俾柏列一個撞牆，仍然係恩斯啊，入咗禁區㗎啦，扣翻埋中間有機會啊！嗱，麥馬蘭文唔射，舒寧咸一射好。希福特好嘢啊！封到出嚟7、8碼點啊！舒寧咸想話趟去遠處咧，就俾咧希福特咧撲到㗎嗱！呢球波，麥馬蘭文都醒㗎啦，自己可以起腳，但係俾仍然有對方球員咧逼住唔俾，炸低射，質俾舒寧咸一趟，但希福特仲醒。上半場已經有一球啊！查，你記唔記得又係咁嘅射法？佢唔係拉弓射嘅，係用腳下波燙個波㗎。好啦，安達頓呢球角球咧，哎呀，開就唔係開得好啦，扯出去嘅時候，爭啲啊就益咗金寶添，因為個波一彈地一截咧，步咗喺後處嘅金寶呢球波咧，好可惜啊，亦都唔為意啊。好啦，見到呢邊咧，利物浦啊嘅球員科拿咧上陣啊，準備英格蘭國家隊啊，準備咧係再作出一個調動啦。17號嘅科拿將會咧入替10號嘅舒寧咸。冇錯啊！但係科拿咧，我諗香港好多球迷啊對呢個球員咧都好愛戴㗎。咁亦都係今年啊英格蘭超級聯賽嘅射手榜上面咧係亞軍嘅，入波亦都相當之多啊！喺過去3屆嘅英格蘭超級聯賽入咗超過100球㗎，科拿呢個球員，穩迪辛達呢球波即係彈俾佢，唔用得手指啊，冇錯啊，心口一落，哇，撻嬌啊！事實上咧，見到呢個科拿咧已經喺希福特面前逼住佢㗎，希福特都唔敢大意啊，唯有咧盡快將個波解圍先啦。咁今日咧希福特表現相當之唔錯㗎，好啦，皮亞斯教球等入嚟，科拿一浪甩甩地咧，俾基寶撞咗出嚟，李布倫、羅伯斯透過咗恩斯咧，再送上嚟，哇！但係見到逼得好緊啊，英格蘭嘅球員喺前場，馬拿文、昆查死都追住佢係冤鬼咁，一質過嚟啊！後上啊，菲列利維爾睇下到唔到先啦，加夫薩得住佢啦，後底啊扯到出嚟，有冇機會啊？有啊！呢球波啊，舒利亞咧咬身都頂得靚㗎啦，但係由於冇乜角度啊，俾希福特回身咧，亦都咧接得好好啊，接得好靚啊！呢球波。咦，似乎英格蘭國家隊係咪聽到嘉明講啊？利用兩邊啊，產生個威脅啊，咁樣咧先至咧對普爾通嘅防線咧可以拉得比較開一啲啊，施放嘅防線機會比較大啲啊。好自然啦，即係通常咧，如果係中間密麻麻嘅話咧，即係你破密集咧，就一就拉開佢嚇落底線傳中，佢頭先呢波菲利爾埋去，雖然咧即係都係無功而退，但係咧已經係起咗個作用係嘛？咁加埋而家咧。即係舒利亞同埋科拿兩個比較活躍嘅箭頭啦，我相信佢個即係普爾通嗰個防守咧就更加咧係困難㗎啦。咁更加佢哋係即係起壯啊嘛，又後生啊嘛。面臨壓力應該越嚟越大㗎，因為比較有突破能力嘅球員多咗啊，咁啊變咗你話打密集，如果遇啱對手咧有一啲多一兩個突破性嘅球員咧，唔係話夾硬死嚟死撞啊嗰隻咧，咁就比較防守上咧出現嘅問題咧係容易啲㗎。好啦，麥馬拿文、昆查啊，真係冤鬼咁冤住佢㗎，冇得講啦！一個單擋咧，俾咗安達頓。哎呀，呢球安達頓咧想推前咧，甩甩地腳啊，俾羅拔士偷到啊！好可惜啊，李布倫呢球波咧又有啲啦，恩斯咧，哎呀，推又走咗啊，彈埋俾啊左路嘅柏列，扯埋中間，但係呢球波咧俾啊雲迪真係試翻，屈身再加咗一頭解圍先。李布倫想話漏啊漏唔到啊，但係撞翻出嚟咧，基寶一腳彈上前，大力得滯啊！菲利利要包翻個位彈翻後俾金寶先。金寶，熱刺嘅學徒球員出身㗎呢個係。巴蘭文中路又去啦，一質過嚟，哎呀，扣咗彈一彈咧，普爾通嘅球員就俾個神啊攔到，
解圍先啦，但亦都見唔到好多個球員咧散翻出嚟一方啊，唯有咧益咗咧，跟住利維爾彈翻俾柏列，柏列彈翻俾恩斯，咬翻後邊咧俾金寶，尼亞斯，昆查又防住佢噶啦，一大埋中間嘅科拿，再出翻俾皮亞斯，有冇機會一攞甩地，最後咧見到咧德士富利咧得住佢嘅呢球波。哇！呢球波嘅組織咧都算相當之唔錯啊！撞啱晒啊嘛，科拿左優係咪先？你俾個波左佢一撞嚇。咁起碼真係啊，製造到啦，機會好多啦。好啦，見到咧角球未開住嘅原因咧，就係話咧好易通有調動啦。8號嘅巴古沙，唔知係咪真係撞一撞之後咧困到咧腳有啲問題。係啊，為咗冇潘啊，呢條波啊，俾佢唞唞啦。2號嘅彭錦全咧準備咧入替佢噶啦。呢個係費嘅事啦，前南亞嘅球員唔緊要。好啦，彭錦全入替巴古沙。嗱，馬拿文一出埋中間，費偉特好嘢啊！升高咧一球頂翻出嚟，彭錦全再去啊，唔夠恩斯快啊！恩斯頂過前面，但係甩地腳啊，亦都俾昆查瞓翻出嚟。費偉特唔該咧。見到皮亞斯亦都好快咧逼到埋去啊！最後撞咗個波出橫邊界外，就係好易通嘅界外球。照計咧，呢個時候好易通應該換多1、2個落去嚇。第一俾個機會佢哋，第二咧就比較有氣力嘅嚇，希望能夠即係再頂得幾耐。即係個見光唔係咁緊要，係嘛？至緊要就俾啲球員去參與度咧，係有啲活力啦。希望能夠咧仲更加係拼得好啲。冇錯啊！咁下半場咧已經係打咗31分鐘㗎啦。相信啊1-0啊，英格蘭暫時領前呢個紀錄咧，亦都咧令到好多人跌咗眼鏡㗎。咁睇下咧餘下嘅時間啦，英格蘭咧可唔可以咧鼓旗餘勇，希望咧爭取多啲入球啦。咁啊等香港嘅球迷咧可以咧睇多啲靚波啊！好啦，好易通嘅罰球，斬埋中間，線得後邊都冇用，冇隊友幫佢啊！好努力嘅屈臣，嗱屈臣啊，呢下半場都有啦，上半場就未試過嘅。咁喺晒後邊，咁下半場嚟講咧，一有角球啊、罰球啊，佢都去中翻上前面，亦都係啱啊！利用佢身材高大咧，係爭個制空權。皮亞斯心口控太遠咯，心口控太遠啦，科拿羅費斯金寶接到呢邊咧就係安達頓右手邊。利維爾、金寶、恩斯、利維爾、安達頓有前邊，舒利亞、安達頓、舒利亞，乜利維爾幫佢，仍然係捉得到嘅，靚牛啊！犀利，7號嘅柏列飛身啊，插水式嘅頂頭錘，可惜係頂唔到。咁啊，柏列咧代表國家隊咧就係59場㗎啦，一整去，但係佢嘅入球咧就27啊。咁啊入27球嚟講咧係全英格蘭國家隊咧就係入球最多㗎啦。以佢作為一個中場球員啊，係啊係啊，所以睇佢啲奮不顧身啊，真係有咁嘅價值啊！即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佢能夠喺意大利咧可以捱得3年咧，已經係唔少嘢㗎。加斯居尼捱1年就翻嚟啦，係嘛？即係佢可以適應得到啊！佢係有技術球員啦，即係同埋肯即係喺意大利嚟講咧，你冇技術係好難咧就立足㗎啦，係嘛？帕列、利維爾喺邊啲咧就安達頓，哎呀！放出。好啦，睇邊個先？呢個咧就應該就係揾迪辛達喎。冇錯啊，睇嚟嚇流血啦。咦？呢邊有換人喎。揾迪辛達咧就望咗一頭，咁而英國隊咧亦都係換人喎。以為要擔架床添啊！要擔架床嘅，你睇嗱。咁啊咁樣可能咧就好緊要啦，因為咧就係而家我哋咁遠鏡就睇唔到啦。如果咁樣情況之下咧，可能咧就個頭咁樣撳住添啊，可能咧係真係流血㗎啦。咁呢個時間嘅時候咧，混亂之中咧亦都換咗個人咯喎。咁啊，英格蘭國家隊咧16號嘅韋確斯咧就入替咗8號嘅麥馬拿文。咁啊，而家睇到咧喺熒光幕最上高嗰個近住呢個廣告牌嗰個咧，著而喺度喐下喐下嗱跑兩步呢個咧就韋確斯嚟嘅。咁見到英格蘭國家隊咧嗰邊嘅醫療人員咧亦都想出去幫手啊，扮
喳喳聲咁出去睇下揾迪新達有咩事啊？原來咧呢個波咧，揾迪新達咧點樣受傷咧，就唔係話對方咧整到佢嘅喎，係自己人咧同屈臣啊，係同屈臣啦，屈臣咧就冚到佢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揾迪新達嚟講咧，個身形都算幾犀利嘅，好波散嘅。咁亦都係黑人球員咧，個體能比較好啲，佢都可以俾到屈臣咧頂到咧，即係流血嘅話咧，咁啊證明咧就係英國嗰啲球員嚟講咧，佢嘅頭槌咧就真係都訓練咗好耐啊！揞住啊！而家咁睇法咧就揞住，咁亦都睇到咧就英格蘭國家隊咧，睇睇嗱，再睇睇，原來咧就係咧屈臣咧埋去咧就頂到佢嘅，因為佢就喺度屈臣都撞埋佢啊！佢有個衝力咧就好緊要。好啦，咁呢個時間咧亦都係要換人嘅啦喎。好啦，18號，咁啊18號咧就梁成傑咧就換翻6號咧就係揾迪新達。咁呢個情況之下咧，應該咧就係屈臣咧就打翻中堅嘅，打翻中場嗰度。咁然之後咧，咁今日嚟講6號嘅揾迪新達呢個表現都係唔錯嘅。阿當斯、金寶。恩斯、皮亞斯，潘宗文呢邊點翻過？安達頓未出界啊！咁今日李福榮咧都守咗好多球波㗎啦，對方咧送出嚟嘅時候，一係散親佢啊，一係俾佢咧就閂到。利維爾抌咗加個球，恩斯起腳啦，係。一拖空咗起腳，可惜呢個波咧食唔到，佢自己覺得咧自己表現都唔係咁滿意。咁啊呢個喺意大利國際米蘭嘅球員已經係第20次代表國家隊㗎啦，但係好可惜咧就到而家咧仲未有喺隻國家隊入過波喎。咁啊所以希望可以喺香港咧就開紀錄咁啦嚇。希福特。李布倫嘅頭槌唔錯㗎，好多時嘅制空權咧佢都會攞得到嘅，頂到個波，但係可惜咧就俾唔到啦，我只有自己隊友啦幫佢。揾人嚟俾嘅真係。皮亞斯，好嘢呢個波，哎呀，攞唔到喎！如果呢個波攞到有啲機會啊，轉咗身攞唔到啊！韋國斯，咁啊韋國斯咧就係較早時間，因為係揾迪新達受傷嘅時候咧，就入替咗咧麥馬拿文嘅。咁啊，加明而家咁睇法咧，就仲有大概7-8分鐘嘅完場啊！咁佢連最有威脅嘅麥馬拿文都換埋出嚟喎，咁真係想試陣都唔好喎。咁係，即係事實上佢係想試陣嘅，即係試下啲球員。咁就而家換咗兩個，睇個箭頭，而家箭頭兩個就比較會好啲啦。咁啊，似乎兩邊咧就即係威力冇咁大。咁如果即係兩邊嘅威力大啲啦，前面嗰兩個咧會力就好啲，加埋中間拍列啊幾個埋列啦，咁啊應該好大嗰陣時間就差啲啦。利維爾、恩斯嗰邊空晒，拍列、安達頓、恩斯。出得嚟太緊要嘅就係科蘭會唔會墮得太後少少咧？靚啊！呢個波靚啊！安達頓俾翻中間，哇！基寶，嚟咗隻硬頂，恩斯，係啊，好嘢！羅拔士俾咗咧就係李布倫，基寶，李福榮。費偉特、李布倫、費偉特，哎呀！球證咧就係吹罰呢個波，兩個一齊跌，咁而費偉特咧就本嚟佢以為佢都冇事嘅，點知揞住個肚，即刻就跌咗喺度。嗱，睇睇啦，
可能咧跌落嚟嘅時候啦，個背脊啊壓個氣門都唔定，係啦，跌落嚟嘅時候個背脊就壓氣門啦。球證咧就係出廢咗，好易到個罰球，啊冇乜事啊，起翻身。李福聯去處理，係頂啊頂到，李福聯咁可惜啦，頂唔正龍門啦。下半場嘅差唔多40分鐘啦，個紀錄就係1-0。咁啊，下半場反而咧就仲爭取唔到乜攻勢一陣啊，真係。係啊，即係似乎冇咗上半場，雖然係唔係咁好，但係咧馬馬蘭嘅側邊嗰個威力咧比較強啲。咁而家換咗兩個韋國斯同埋咧安達頓兩個邊咧，似乎都唔係好，即係似乎佢唔係一個即係典型嘅翼鋒嚇，即係能夠喺側邊起作用嘅。即係捐到內底線啊，將個波送翻出嚟嗰挺啲咁嘅嘢。利維爾、阿當斯，我相信老師都估唔到喺香港只係贏得一球嘅啫。好啦，望一望先，柏列、恩斯咧就喺中間，呢波冇用啦。17個科拿墮得，我仍然懷疑自己嫌佢墮得後咗少少啊，科拿。安達頓、威國斯咧就喺左邊唔俾，起翻過呢邊。利維爾，安達頓俾利維爾，行咁傳頂出，金寶，尼亞斯，韋確斯。呢啲尺寸似乎爭啲喎，啲力水同埋尺寸啊！咁啊，佢都 OK 嘅，佢可以踢到遠處，但係即係啲人走晒中間啊！即係冇人幫佢。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啲陣容咧，即係如果安達頓本來喺右邊嘅，但係佢走入中間，咁變咗嗰個位就冇人啦。即係似乎咧，即係嗰個英格蘭嗰個配合方面咧，唔係咁純熟啊！李福榮大腳解圍。出咗界，咁肯定㗎，即係通常一隊國家隊而家呢，佢即係各隊抽入嚟嘅，集中時間唔多，係嘛，就冇自己一隊球隊裏邊咧，每個禮拜都打比賽嗰個即係熟習啊，個默契方面係啊。好啦，英格蘭國家隊交嘅球，克列、利維爾、基寶、昆查、射啦，皮亞斯，哎呀，反而仲有機會，舒利亞個波咧就真係打波子機咁噶啦，佢都冇機會俾佢考慮啊！到腳嚟講就起腳就瞓咗喺度都掃埋去噶啦。英格蘭球員即係特別嗰個反應就係咁啦，係嘛？即刻即時㗎，係一彈出嚟即刻可以再射，好似係我哋睇北京啊班比嗰個波就係啫嘛，射中咗個柱彈出嚟，佢即刻可以射到。阿皮亞斯咧就啱隻左腳啦，咁都唔係話而家咁犀利啊！即係以前嚟講，佢起啲腳咧，都腳力啊、腳頭啊都算幾好嘅。咁下半場嘅42分半鐘啦，咁紀錄就係1-0，係上半場嘅紀錄嚟嘅。安達頓、金寶、皮亞斯、韋確斯咧走直線，食咗個位先，起翻後，恩斯掹得多咯。李福榮咧就解圍。我埋去幫佢啊，恩師埋去幫佢啦，佢都等人嚟交啊，等人嚟俾啊，好少啊！呢啲真係想教球要快啲啱啊，嘉明係嘛？係啊！你慢得就一個孖一個嘅時候，你都冇用咯，突襲唔到啦，羅伯斯。即係其實佢打快啲逼就好易衝出錯要機會大啲。係。你慢慢嚟咧，俾好易衝咧就組織到後防咧，而家全部啊11個翻晒嚟自己後防嗰度嘅。咁你咪揾唔到機會乜滯咯？安達頓，係帕列頂到啊！佢人又唔係好高啊，佢個騰空都好靚啊！好啦，咁大鐘打出嚟咧就44分鐘啦，咁可能有少少受傷嘅補時嘅，紀錄就係1-0，啱啱都帕列頂嗰個波，送咗出嚟嗰波都算幾靚㗎啦。
啊，帕列咧就因為背住龍門啊，咁頂嘅時候咧就冇乜角度。羅拔士頂前，基寶行緊傳俾翻，慢慢嚟啦，係唔使急啊，係。即係都無可厚非嘅，係嘛？咁自己隊波亦都唔係話咁好時間，係差唔多啦，唔想呢個時間再輸多球啊嘛。李福榮咁啊慢一步啦，安達頓咧將個波踢咗出界。安達頓咧就係熱刺嘅球員嚟㗎，咁今年24歲，12次代表國家隊，但係入咗5球都算唔錯㗎啦。李福榮。係好易通抌界球，利維爾頂得出界，仍然係好易通嘅界球。大鐘打出嚟咧，已經係45分就23秒㗎啦。咁就係可能咧，球證咧就俾翻啲補時咧，因為咧就係揾迪生特有受傷啊，騷擾下搞咗一陣咧。呢個波過到就靚，過唔到利維爾。恩斯，安達頓，恩斯呢個波都算係咁俾，但安達頓就維爾出咗界。李福榮、李布倫一物知道李布倫犀利，個波埋嚟已經兩個人埋去搶佢啦。安達頓、帕列、舒利亞起翻直線，慢啲咯。亞當斯呢個速度就慢啲，唯一咧就係身材高。如果亞當斯呢咁嘅球員咧撞到一個速度快嘅前鋒咧，佢都幾慘㗎。希福特心口控佢離得遠啦，安達頓、恩斯、利維爾、斯文。咁今日嚟講咧，我相信最得閒都係斯文啦啩，都冇乜受到考驗啊。舒利亞心口控好嘢，快啲上先，羅拔士冇用啊，冇用啊呢啲。食咗位啦，好路數皮亞斯好路數，一啄個波我哋已經食喺牙實，你又冇得喐。哈列、金寶、恩斯、利維爾、恩斯、哈列、韋確斯。國球，下半場英格蘭國家隊嘅第6個國球。咁韋確斯就同安達頓兩個睇邊個啦。咁而金寶你個上嚟，金寶咧就6尺高嘅啫。好嘢，希福特。球證咧，亦都係吹罰咗。黃耀信應該笑啊部署成功啊嘛，輸一球真係大家都跌晒眼鏡，應該黃耀信高興嘅。好，球證。